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個名叫 Polly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？當我哋打開電視呢，我哋都係睇緊美國嘅 Stranger Things 啦，又或者其他 Netflix 嘅電影喎。咁但係呢，澳洲作為一個發達嘅國家，我哋有強大嘅經濟實力，有贏過奧斯卡嘅影視人才，甚至有全球數一數二 Netflix 嘅滲透率。咁但係點解我哋始終呢都開唔出一個屬於自己嘅串流霸主呢？咁今日呢條片呢，我唔單止會同大家講下市場規模，我仲會帶大家睇下背後更深層嘅原因，包括澳洲嘅傳媒巨頭嘅博弈、體育界嘅壟斷，同埋點解英文變成咗澳洲影視產業嘅詛咒。第一章Netflix 喺澳洲嘅征服戰。咁2015年3月24號呢，係澳洲媒體史上一個轉捩點。就係 Netflix 正式登陸澳洲啊！咁喺 Netflix 嚟之前咧，澳洲人咧想睇美劇咧，就要俾好貴嘅錢咧去裝一個機頂盒叫 Foxtel 啦。咁咧又或者要非法下載喎。咁但係咧，咁當時澳洲咧喺全球入邊咧非法 download Game of Thrones 咧係最高嘅地方。咁 Netflix 咧就睇中咗呢一點，用超低嘅月費啦，當時只係大約澳幣9蚊嚟殺入呢個澳洲市場。5到10年，澳洲2700萬人口入邊咧，有超過700萬咧付費賬戶，咁覆蓋咗差唔多70%嘅家庭啊。咁個問題嚟啦，當一個市場70% 嘅錢咧都俾一間美國公司帶走，咁本地嘅平台仲有幾多生存空間呢？第二章就係語言嘅代價，英文。咁好多人都會拎咧韓國或者一啲北歐嘅國家嚟比啊，咁點解瑞典咧有自己嘅 Spotify， 韓國咧有咁強嘅本地串流？咁答案就係語言保護主義。如果你係韓國人啦，你想睇本土嘅文化，聽本土嘅笑話咧，咁就一定要睇一啲韓國嘅平台。呢一種咧係一種天然嘅貿易 barrier。咁澳洲人咧講英文啦，咁對於澳洲嘅觀眾嚟講，荷里活嘅製作 Hollywood production 唔係外語片，而係一啲母語嘅內容。咁呢一種咧文化無縫接軌啊，咁令到澳洲嘅本地製作咧直接去面臨全球最高預算嘅競爭。咁當 Netflix 用1億美金去拍一集劇嘅時候咧，咁澳洲本土平台咧都唔知可唔可以攞到1000萬。喺資本對決之中咧，我哋一開始咧就用木劍去打擊光劍啊。第三章被遺忘嘅巨頭，傳媒大亨同埋 Foxtel 嘅包袱。咁我哋唔可以唔提澳洲嘅媒體歷史啊。澳洲咧喺 Rupert Murdoch 梅澤嘅故鄉啊。咁呢度咧曾經係 News Corp 同埋 Nine Network 嘅天下啦。咁喺串流時代嚟到之前咧 ，Foxtel 咧就係喺澳洲嘅影視霸主。咁咧佢就犯咗一個好經典嘅成功者陷阱啊，就係太保護舊有利益。咁咧佢哋驚呢啲串流呢啲 stream 咧會影響到佢哋高昂嘅衛星月費。以前咧要成8蚊一個月嘅。咁第二就係慢半拍嘅轉型。當 Netflix 已經喺全球已經 run 緊嘅時候，澳洲咧巨頭仲喺度諗緊點樣可以保護呢一啲機頂盒 set-top box。咁雖然已經出咗 Stan 啦，即係 Nine 旗下同埋 Binge、Foxtel 旗下嘅 stream， 咁但係咧佢哋已經失去咗個先機啦。佢哋唔係想做全球嘅平台，只係其實想保住澳洲本土嘅平台。咁呢種戰略眼光嘅差異咧，決定到佢哋永遠都行唔出澳洲。第四章澳洲人嘅命脈，體育版權。咁喺澳洲咧，如果你想做一個成功嘅平台咧，你唔一定要有阿凡達，但你一定要有 AFL、NRL 同埋板球。咁呢個咧喺澳洲本土平台唯一可以同 Netflix 抗衝嘅核武器。咁 Netflix 目前咧都未加入到一啲澳洲嘅體育直播啊。咁但係呢度有一啲內耗嘅問題，就係澳洲幾間本地巨頭啦，例如 Optus Sport、Stan Sport 或者 Paramount Plus， 咁為咗去爭奪本地嘅體育版權啦，打到頭破血裂，咁將個版權費咧推到天價，結果就係大家嘅錢都用嚟買一啲版權，而唔係研發一啲新技術，又或者拍一啲本土嘅劇集。咁啲錢咧就用晒喺啲體育協會度啦，冇人留喺影視工業入邊。第5章人才流失 brain drain
同埋技術嘅缺口。咁另一個掙扎嘅事實就係咧，澳洲嘅影視人才咧流失係非常之嚴重嘅。當一個澳洲嘅導演又或者一啲演員出咗名，佢哋第一樣嘢會做啲咩？就係去洛杉磯啦。咁由 Nicole Kidman 啦，去到 Chris Hemsworth 啦，佢哋拍嘅有幾多係為咗澳洲嘅故事咧？多數都唔係嘅。而技術上都係嘅，做一個全球嘅串流平台啦，背後要用幾千個工程師去做雲端架構啊、數據分析等等。咁澳洲嘅技術人才咧，通常都已經去咗做金融啦、礦業 mining， 又或者去 Canva 呢一啲公司。咁喺串流嘅技術呢一方面咧，澳洲平台咧基本上係借用外國嘅技術，冇自主核心嘅技術啦。咁嘅意味着你永遠都要俾錢去租人哋嘅服務，基本結構咧永遠都輸俾 Netflix 咯。第6章啦，就係政策嘅遲到 quota 之爭。咁最後咧，我哋講下政治啦。喺法國、加拿大好早咧就有嚴格嘅本地內容配額，但澳洲政府咧對一啲串流嘅平台嘅監管咧足足遲咗8年，直至最近咧政府先開始要強制 Netflix 呢一啲巨頭投放10至20% 入翻澳洲入邊。咁如果呢一啲政策咧早10年出現啦，澳洲可能會有一套更完整、更完善嘅製作鏈。咁雖然而家已經有 Boy Swallows Universe 呢一類型嘅作品啦，都非常之出名。咁但係咧，品牌利潤始終都係歸於美國嘅。總括而言啦，澳洲出唔到 Netflix， 但係我哋處於一個英語陷阱位，市場太開放，對手太強大啦。而我哋嘅本地巨頭當年又太保守。咁我依然覺得係樂觀嘅，因為澳洲嘅製作實力咧係世界級。雖然我哋未做到一個叫做 Netflix 或者 Australia Netflix 嘅全球平台，但係澳洲嘅故事依然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走向世界。咁唔知你覺得澳洲政府應唔應該強制 Netflix 去拍多啲澳洲劇，定係你覺得只要內容好睇，無論邊個拍都唔重要呢？如果你有20萬嘅澳幣預算拍一套最澳洲嘅劇，咁你又會拍啲咩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你中意呢一類型嘅深度分析，幫到你了解更多，咁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